首，我心呵乐上帝，请请合手。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的主你看照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已经洗除，也洗去我的罪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的就是得罪你尔。你的道是你的名，你甲你讲话是显明做义，我讲的是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做的我的我，你所爱是咱心内诚实。我爱你的我的意，你用洗草洗我，我就是你，求你洗我，我就你洗我。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按一个骨较欢喜，求你探你的面，无看我的罪。叫我一切罪恶。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爱你，我心清洁的
救我上帝。我也是替我请你是有好你的意。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要用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这物，若爱我就骗者。小姐你我欢喜。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的痛的心，你无会看你。是咱大家来祈祷。主啊，阮需要你献惠传你。若是无你的同在，你的保护，你的支持，你的信心的分数，阮就会信。阮手较无力，请你听阮的祈祷，互阮行入你的旨意所需要的一切。请使用阮的教会甲生活中完成你的旨意，互较侪人来明白你。阮安尼祈祷都是符合主耶稣的圣名恳求。阿门。彼得有所书4章25节至32节，咱同齐来读。所以就主必被杀，大人看你的处理公正直，因为咱向他做客，你受气，就唔通犯罪，有结受唔通到道德，也唔通后悔，唔通后悔无必后悔，连好着我，亲像做好工。叫我安分好骗对人，你的嘴拢安讲出啥话，多多就讲好话，叫这些开回来做主意，我听你的问题，也无你互相的信息，就是你所爱的用来看你，到小会里。一切错误，万分求义，宣扬诽谤一切错误，拢对你勇敢不义，各有因三观来，顺利的
会来，看咱的会议也会来，这个会议有正面的会来，也有对方的会来，咱看要安怎来使用伊。其实伫每一届的讲堂内底，咱拢毋是咧讲圣经的外面的道理尔，我想遐个咱拢知影。牧师伫即4年来较咧讲的，就是讲除了外面你出去所有的基督徒拢知影遐个，咱来想看下个是安怎到咱福音，毋是每届传人的心，就每届拢要接受，也是讲我偏偏就是想要安尼做，我哪会无这样做？所以我咧引带咱做伙咧思考的，像是迄个最搁较内底。所以有做一个问题，咱拢看到现象外口尔，带咱思想搁较内面一点，因为只有对象内底开始来解决，才会当解决上外口，敢毋是？咱知影咱毋是头听伊头，骹听伊骹，咱乃是爱正确。伫这个外，咱的肉体的部分，同款伫咱的心内底的问题，甲咱内底灵的问题，即拢足侪拢有关系的。所以牧师咧讲的每一届的信息，拢是较对内面，直接拢有关系，拢毋是咧讲迄就是服侍的人才来想，绝对甲咱的生命内底有关系。今仔日咧要讲的就是讲会议。咱大家拢有讲话咧吼，特别查某讲愈济话，比查甫讲较济话。即使你无讲话，你安怎听人讲话对无？你一定拢要听人讲话。即使你家己一个人住，无有人甲你讲话，你可能嘛安怎听人电视咧讲、电脑咧讲，还是手机内底所放的。所以咧会议内底拢表示啥物？伊伫咧传达，毋是干那信息、意思，是搁传达一种贵感，互咱来做分别。今仔日咱所读的《以弗所书》第4章25到30节，这一只我用现代台语吼，咱会当搁做伙来甲看一遍，互咱会当搁较有印象吼来请。所以就看你对主义公平，因为咱拢是基督身体一部分。你若受伊毋通比较偌济，毋通到伊落了底受气，毋通互鬼对他们利用，犯罪犯罪毋通靠后悔，着靠双手出来做工，得到正当的收入，有咱来看帮助作下，海来飞毋通讲，变做着讲出受人的好话，互听着人得到利益，毋通互相地相是影响，因为圣经是上是你上上帝的意义。高这个是拯救的你，一定是老板，着比赛一切的好报，乃是的受气、宣扬、威武，以及这款，着真切因此3番来，互三个主角上帝他对基督下面的就是主下面咱。咱互相下面，咱拢知影，咱互相下面，都是咱今仔日咧针对着即个会议，伫咱的会议当中，咱的会议为的是讲出来，为的是安怎？是心内底。其实会议，咱伫会议内底受造就较少，因为人的罪性，所以从细汉开始，咱就伫会议内底受伤害，受伤害的，你伫细汉的时。虽然有人会甲你讲，你做头的、做乖的，你去检查是熟悉你的人。总是你无熟悉，也是你伫学校内底，你是毋是甲老师甲你讲，你怎么像白痴一样？你这个也不会，你怎么写字写这么丑？擦掉，迄种的共款，共款出题册了，有人来叫这大孤单，迄个是安怎变头啊？我们都是用咱拢用
其实回忆的伤害，毋拿对细汉开始。所以我今仔日带咱搁较深，足上早的伤害，就是你伫老母的腹肚内底就受伤害啦。当这个妈妈拄怀孕的时，足欢喜的，大家哦有怀孕啦，这个妈妈现在足怀孕了。总是有的妈妈怀孕，无拄欢喜。昨也是昨日有一个消息，有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伫台南。伊伫半暝啊11点上去急诊，讲话说大量出血，结果医生伫遐伫检查，才发现讲，你毋是月经无来了后才大量出血啊？看起来你敢若子宫外孕。伊伫人问，到尾啊，伊是已经伫宿舍内底生一个女婴，生一个查某婴仔，然后伊甲落伫垃圾桶内底，然后伊就迄胃一直袂当止。才互伊个迄个挂做伙迄个查某囡仔同学人送去带伊送去病院，19岁的女学生。但是姊妹，咱即摆伊就无做妈妈，总是咱会当去追溯这个19岁的囡仔，其实伊细汉的时，就是伫这个中间会受伤害，所以这是一代人对一代。所以咱来想看卖的一个妈妈伊怀孕。伊若受祝福，我讲伫以色列有一个胎儿大学吼，可能大家之前捌听我讲过。以色列有迄胎儿大学呢，因对怀孕的人、有生的人吼，非常的尊敬，因为因感觉生命是啥物？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只要有生的人，因对顶面开始个规定。只要有新的人伫迄个社会吼，就是来排队吼，不管要坐车啦、买物件，你看到怀孕的人吼，你拢爱牛伊。啊，伫咱遮吼，有当时你怀孕的人想要坐位吼，都爱安怎？吼，都爱伫遐拜托，都爱挑人来徛伫咧无爱做。所以以色列伊嘛讲怀孕的人，逐个拢爱安尼牛伊哦。吼，甚至迄个有个胎儿大学，互你去伫遐，妈妈怀孕爱当去遐欢喜。伫遐家己寡册，家己寡物件，吼啊，甚至佫有我讲，佫有咧做数学呢，咧本呢，你就知影讲，迄对胎儿是有影响的，吼啊，所以伫这个刚怀孕的欢喜，总是伫这个中间，这个妈妈若是有惊吓，有无安全感，有伤害，有压力，那已经生3、4个查某囡仔，你会看，这个妈妈会烦恼，这是毋是佫查某囡仔？还是会焦虑，伫迄个时阵，点菜伊的老爸是去做兵，还是去外口咧食头路？伊看吼，这个妈妈会焦虑，还是受威胁？吼，定定伫这个怀孕的当中，伊搁做工课，还是做厝内面的代志？啊，伫遐听哦，迄个讲东西啊，还是伫这个亲情内底，还是受拒绝？就是这个妈妈，伊根本就无想要怀孕，啊，哪会怀孕啊？所以伫这个中间。三地的伤害，对这个胎儿拢有伤害。吼，遮个伤害本来这个囡仔咧笑，到尾仔伊腹肚内底，就已经是一个受伤害的囡仔。等候这个受伤害的囡仔到伫青少年的时阵，伊就会变做有一个成瘾。吼，咱讲有一个瘾头，啊，咱感觉讲啊，这个瘾头，吼，这个咱讲有一个无在了解，检测是毒，其实毋若毒会诚做病毒尔，手嘛是，过来就是买物件嘛是，买物件无满足，迄一个终极的原因就是你的心无满足，佮另外一个病毒就是权利，想要占权，想要爱人权这个权，过来就是吸毒，另外就是性上瘾，就是一直爱看。所以这是足内心的，毋过足实在。其实当我伫当师大遐，就有学生囡仔甲我讲牧师，我是 A 片上查某囡仔，你看袂出来。迄个查某囡仔是单亲的查某囡仔，看起来外表嘛诚水，食家庭嘛诚正常，拢是伫迄个危险的世界。好
阮绑掉的成瘾，咱人想讲成瘾，干那就是迄款的食毒啦，啉酒啦，这是成瘾啦。我捌讲过一个医师，伊家己分享，伊伫迄演讲内底，伊讲人是安怎会成瘾，无在了解，断袂起来。你莫去看讲，伊是安怎会断袂了，断袂了这个食酒，断袂了食毒，断袂了这物件，你爱去搁较深来了解，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就是受伤害，所以迄个伤害致使伊对这物件拢无在了完全。当伊讲伊有一个患者来讲，当我咧食毒的时，我感受到，就是我的老母妈妈讲伫伊的怀抱内底，所以伊每摆咧食毒，你有通去来责备讲，哦，安尼食毒，你遮尔堕落。刚才伊伫食毒的时阵，伊就是会当要去搁一遍会当感受到，就是亲像然后有迄个疼，拢是自细汉就是痛迄个。所以伫即个中间，伊讲咱爱搁较想较头前咧，伫迄个疼的中间来挽救才会当。所以即个医师伊家己讲着啥物款伊的性命的问题，伊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伊嘛有一个成瘾，伊嘛有一个无在了解的迄个一直做的代志，就是听古典音乐。伊听古典音乐，所以伊每一摆去到迄叫歌店，就开始买古典音乐出啥物新的伫迄个内底。伊讲有一摆，伊就讲迄店员做老的，大概就拢熟悉，讲啥物你捌听过无呢？伊一摆买到8000块美金，安尼偌济钱？8000块美金，324吼。几十万的迄个讲 CD 啊，有这无？因为伊有迄种材料，总是伊伫迄个内底来反省，讲我是安怎会安尼挡袂了？伊甚至有一遍去到伫迄死医院内底，伫遐咧听古典音乐，伊的心中断，伊伫遐听到人来讨一个患者要生囡仔，伊无看，迄天伊无去接生。了后，伊转去搁甲伊的太太讲白菜。了后，迄个医生才开始发觉着讲是安怎即个成瘾的问题，才开发，伊才想着伊出事的时阵，当伊伫伊妈妈的腹肚内底，伊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迄个时阵所有迄个时阵的犹太人的妇人人怀孕的，逐个生出来的囡仔。证明大家拢咧哭，伊就是讲伊生出来伊哭，伊妈妈出来叫医生看讲，阮即个囡仔哪会哭袂停啊？医生来讲，即个时阵所有犹太人的囡仔拢哭袂停，是安怎？因为即个民族面对的就是受害嘛，希特勒屠杀，足侪人伫咧集中营内底，所以老母的焦虑啊，迄个老母的烦恼，到底我毋知，阮安上去，各位民众。所以身体的影响，所以咱是因为互咱知影讲这个成瘾，然后迄个伤害是伫老母的腹肚。所以咱是因为伫老母的腹肚内底对咱的伤害，带着对咱即摆的影响足细。嘛到即摆到老嘛是同款啦。伊也发现啦，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各你的脑部的变化，各你的官能的退化，各个帕金森氏症，拢是这个因为细汉你细汉的时阵，也是你伫内部内底所受一切的即款的伤害，确实嘛无意义的话，就这个中间，意识到咱的脑的变化，会提早退化，所以这个介重要。若是安尼，咱来看，到底这要安怎来解决？圣经内底箴言第4章23节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因为你的心，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来发生，就是讲你大命的源头，就是对你的心来开始。但是因为，迄个囡仔伊哪会知？因为迄个老母的心伫遐烦恼，迄个老母的心伫遐惊，迄个老母的心伫遐压榨，所以就影响着。腹肚内
所以一生的果效对心发出，这个心对咱来讲太重要。上帝讲，恁唔通用嘴唇来称论我，就用恁的心。所以咱讲这个祭坛的核心就是心。哦，祭坛的核心就是心。啥物是祭坛？就是咱要甲咱的主来沟通。伊讲安尼甲祈祷有啥物无共款？这个主讲做做这个祈祷祭坛。祈祷你后壁爱有一个祭坛的观念，伫新约当耶稣咧讲祈祷，恁拍门恁求，恁伫遐敲吹，要有恁拄着，为着恁开门。当耶稣咧讲这是，耶稣因的背景拢有祭坛的背景，所以咱爱对祭坛爱有清楚，知影讲祭坛是啥物，从迄来甲即摆的祈祷共款。所以伫祭坛的面顶挂了上帝的同在，拢是心。即摆已经无祭坛，就是我这个人诚做祭坛。即摆已经无祭司啊，咱拢是祭司，嘛是用啥物？嘛是用咱的心啊，咱无搁穿甲穿迄以福德啦，穿迄大祭司的衣服啦，咱是穿伫咱内底。知影讲我用我的心真塔，诚做精济，然后祭物，咱无搁开一只牛，开一只牛来到主的面前啊，这个祭物是我，然后这个祭物由原爱安怎诚做。无下输，诚济无妖无诚济好，总是咱无好。咱要安怎诚做好？就是主耶稣宝贵遮查咱。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就是一个心讲主啊，我要将我的心归于你。所以对于咱若我所讲遐的伤害，咱已经无法度去改变伊，总是咱对遮来发现，咱着对咱的心内底。用咱的心归，用咱的主对，安尼就会当来改变。咱无在聊无人会当转去到你的细汉的时阵，甚至伫老母怀孕你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总是咱的主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人对细汉一摆，这是创世纪第8章的21节，伫哪啊？伫哪啊迄个时阵，这是怀疑的。讲耶和华，伊就哪啊献祭去通伊的心内就讲，我无要搁因为人的缘故来创造地，因为咱的主上帝是用什么大水，迄个时阵定迄个土地。所以伊讲我无要搁安尼，因为伫遮挂号有无？这个挂号内底讲人对细汉的时心着有害，是咱袂当来讲的。咱对细汉的心着诚侪歹。囡仔你毋免甲伊教，伊就足诡诈，伊就会甲你骗，伊就会甲你用啥物款的方法伫即个中间，所以咱的心自细汉就已经迄歹的所在一直咧去啊，因为魔鬼撒旦声也是会伫迄个中间来对比。所以有一个牧师江秀琴牧师伊讲连囡仔拢老我。连囡仔拢有迄个自我的部分摆在内，所以讲囡仔你莫，你绝对爱教，你甲先，哪伫迄个中间无调到一个时阵你就无再了去教导，因为迄个老我迄个有诶我就壮大，就已经大汉，已经变做大汉做歹都来改，所以咱个内面的我充满改观，咱的心充满改观，而马太福音。佮路加福音伫即个中间，讲到犹太人内底上界虔诚、上界照主耶稣上界照上帝的律法行的，而且这互你看，伫即个中间，就是啥物人？就是迄经学士人甲法利赛人，总是耶稣伫遮讲，遮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讲你毋知的想法，因为恁亲像迄人咧洗杯啊刚外口洗了身体，结果内底拢垃圾。伊讲恁遮的青梅法利赛人恁就爱先洗杯内底洗互身体，外面嘛洗身。恁这假好的人假好的经学士甲法利赛人恁有知的因为恁亲像一个模擦甲足水的，清洗甲足水的，但是内底是假。甲一切的物件，你看耶稣伫遮讲到遮严重，讲伫人的面前，外面咧显公义，但是内面是咧。就是
咱的心思意念一直拢有千万条的讯息伫遐咧甲咱讲。所以伫这个中间，主要说佫一遍不讲，伫马可福音，伊讲吼，食落巴肚，食落吼，袂去拍拉散啦，因为你食落巴肚吼，你着伫迄啥物，伫厕所啊，着放出来啦，迄拢袂去污染着人，吼，对你内面放出来才会去污染啦，吼，所以咱拢会感觉讲，哎哟，迄放出来臭烘烘，即摆其实是放出来，才会臭烘烘。啊，所以对人的心内底所发出来是啥物？歹的念头，哦，假好，过来就是偷体、凶杀、淫乱、贪心、邪恶、诡诈，哦，啊遐的放荡、嫉妒、诽谤、骄傲，哦，搁迄个狂妄，遮的歹拢是对内面出来，而且会拍人散。所讲遮的无有，我想无有一个人讲啊，遮拢是骄傲自然伫咱的内底，即使我无其他的，哦，骄傲一定伫咱，搁去嫉妒、狂妄、诽谤嘛会有。若是安尼，咱定定伫即个中间，咱需要安怎来做？咱伫心内，遮个物件就是诚侪伫咱的心内底。咱甲拄仔讲，咱的心足重要的啊。咱的心假使若坚强起来，咱就会当对咱以前所受遮的伤，咱无材料，咱无能为力啊，无材料，搁等于到遐的时阵，咱就会当变做起来。总是你假使若毋知影讲，哎呀，我的心内底哪有遮个物件？还有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哦，自我感觉良好。啊，伫即个中间，咱继续来看，伫即个内在。哦，往日幼童的内底，因为心的受伤，哦，会带来是伫即个咱讲黑暗的关系，伊有八个，哦，八个所在会当来伫即个中间，犯罪和黑暗关系，有一个老我，黑暗关系嘛会伫遐，过来就是属灵的青年，黑暗关系嘛伫即个中间，过来就是你的心灵的创伤。肉体的压制较疼，所以有当时咱身体会疼，但是伫迄个身体会疼中间，你的心背叛，无材料，因为欲望自然去着对我肉体的疼痛也去，互咱伫黑暗的关系会来底，因为你会伫遐海惨啊，感觉哇，啊我来会使衰，啊我着遮尔啊养生，啊我来会去着济，啊我来安尼。我会去顶礼拜的拜六是伫咱一个姊妹，哦，伊的宝贝，伊的爸爸过世。迄个爸爸虽然爱洗洗，总是我毋捌伊啦，吼，我甲伊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是非常笑容的。啊，我听逐个咧讲即个爸爸，就是讲伊对看起来，伊无有讲出歹话，伊无反叛，伊幽默足幽默。哦，所以伫遮咱就看到伊黑暗关系，伫伊的心情安怎，找无空啊，无所在通住，肉体压制无伫迄个中间，过来颂扬嘛会哦。哦，即个颂扬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哎哟，我哪会无好行，我足想要搁较好行的哦。虽然你已经有钱啊，所以迄个颂扬毋是实际上你有偌济钱，是你的心内底一定想要搁趁较济。有缘会有黑暗关系，过来就是世界的系统。世界的系统就是伫政治，啊，甲伫有一个所在，搁有一个区域性临界，吼，区域性的临界的相关者，咱非常知影，咱就讲就是啥物天后宫啊，就是妈祖啊。哦，所以咱毋通看轻遮的，无毋对，咱的上帝比遮较大。总是你的生命有互上帝比遮较大。我要讲的是安尼，上帝绝对比遮搁较大，上帝绝对赢过黑暗关系。即摆问题就是伫咱本身，拢毋是伫圣经，伫咱的主。就是我这个人，我知影，我是一个需要主的人吗？我知影，我常常讲出来话就拍拉散吗？是这个中间。当我拍拉
就是这个中间，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顶派的神就是这个中间，那就是黑暗的关系。所以咱会感觉讲，我做尽心传福音嘛，我做百家做事工嘛，那会无法度，因为伫这个黑暗的关系的中间，黑暗的关系有8个所在，咱有每一个拢不清楚。凊彩一个你做无伫迄个中间，其实传福音就无较简单。过来，灵界伊有3个系统，灵界有3个系统伫遐咧运行。一个就是伫灵界的所在，各种的神类，总是有一种是伫咱的心啊。咱的心，咱有足侪，咱有足侪 spirits， 就是讲伫咱的 spirits 内底有一个 Holy Spirit， 就是圣神。但是咱内底有足侪咱家己的心思意念，这嘛是 spirit， 就是伊的精神。你伫遮的物件内底，你愿意来通过，你假使若无通过伫 Holy Spirit， 你的心也会当真侪黑暗关系的所在。过来就是伫这个世界的体系内底，这拢是结果。所以伫人的心内底，这是咱会当做着，咱个人咱会当来做，咱会当伫主的面前来领受的。就是白话来看，黑暗权势、黑暗关系有8个所在，有罪的定义，有罪性甲有的我，属灵的青年，属灵的青年就是毋捌真理，毋捌真理，毋知影上帝伊所讲的话，捌一半，这拢是青年，捌一半拢是青年。过来第4点甲第5点，主要就是咱今仔日咧讲的迄个心，迄个心，这么啊重要，这么啊重要。所以这个心，往日又讲，过去伫咱的心内底，迄个无大汉的囡仔，啥物心？伊念文内底讲心是啥物？心就是伫你内面内底的思考，伫你内底的道路，你的计划。过来，啥物是心？就是你咧，你的智慧咧运用的所在，咧运用的所在。这个心不是悟性啊，较属于讲你的创造，你有创造，你当想出啥物款的物件，嘛是一个咱的心，嘛是一个灵性的源头的所在。过来，这个心伫咱的王子六统内底有包含啥物？就是一个内在的人格，伊英文叫做 inner being， 迄个 being 就是上帝起初创造的。上帝因每一个人起初有一个创造伫咱的内面，对无？咱有主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内在你的人格，毋是即摆的你哦。是起初迄个有灵的活人，咱的主伊分一口气伫遐。这个 inner being， 这个内在的人格有可能即摆拢安怎，拢无发挥出来，有可能即摆拢毋知影，有可能即摆根本就拢无伫遐。所以咱爱看咱的心是伫这个部分更较深入，但是真正安尼，咱就袂做一个肤浅的人，咱就知影讲原来我的内面有遮方法，我的内面有遮侪物件伫遐咧运作，我就要安怎来伫迄个中间来遵照主所讲来教来。所以咱的这个内在是咱的情绪的发源地，咱的情绪。所以，过来佫有内面还佫有一个 inner life， 就是你的情感的生活。情感的生活包括会当互你有啥物？咱有一个文字，有智慧，有你的气质，有你的意向的所在。这是伫内在你的情感的生活。所以啊，你请问你用啥物来培养你的情感？你用啥物款来培养你的情感？可能即摆人大部分拢用3C，总是互咱知影讲咱的天赋、咱的地位、咱的气质、咱的意向，真正伫这个情感的生活足有重要。咱的内在的生活才会当来
带出来咱这个人的外口。咱总爱讲啊，我就是一个豆腐心啊吼，我是一个刀子嘴吼，但是我的心肠吼，大家知这意思无？就是讲我虽然讲话吼，足来的黑白讲吼，但是我的心足软的吼，但是我一句话吼爱迟疑啊。因为圣经讲，你的心想啥，你的嘴就讲啥，啊，所以这句话有一点就是点仔唔对。啊，若无就是这个人吼，常常就爱偷人讲，偷人甲伊心无共款的。伊的心绝对嘛有迄种要人刺插的心在，讲出迄款的刀亲像刀仔的话共款。吼，所以啊，过来就是讲人多话就多，啊，人多话就多，这你讲的这话，咱你感觉是好话也歹话。最近足侪人拢用安尼来咧。算安慰嘛好啦吼，啊人话这，人多话就多啦，啊你外紧嘛，莫去听听的。人话这就这无毋对，我想早伫台中吼，这韩国语啊吼，真正，不过我看迄人多话无多呢，伊拢知影讲，就是要讲啥韩国语动算，迄种安尼一下子集合7、8万人，拢有在了同样一个心智。咱伫教会内底，咱爱讲人多话就多。迄个人，迄个话会多所在的人，就是叫做乌合之众啊。凊彩随便路人甲乙，撮做伙的人，会多就话就多。像即摆伫航空公司，吼，伫机场要出国遐的人，遐真正人多话就多，因为安怎长荣罢工啊，我想的甲你想的，大家伫遐用。咱是属灵的家庭，咱是教会，咱伫遮偌久啊，咱犹原容让讲人话多就多，话就多，即款的代志一直伫咱内底吗？咱每摆发生代志，因为人讲话来互相拍歹关系，咱就要讲啊，人话多，人多话就多，莫受气，莫想遐济，我感觉毋通安尼。咱颠倒爱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你赦免我。我无在来讲出真是人的话，对无？我来想第3点，你的灵魂甲你的情绪，内在的人，咱毋是外口这个人的生活，咱阁有一个内面的人，内面的人就是带来稳定为平静。一个安稳的性格，内面的人若无安稳的性格吼，外口的人足容易，足紧就会受气，足紧就会讲话口无遮拦，足紧的就无想遐济。由此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的内在，咱要安怎互咱的心会当来得到永驻。因为咱的主心属互咱的是一个永驻的心嘛，咱是心话。这话语会对咱，我另外会讲一讲，互咱知影，咱所面对的这个乌白的款式，这拢毋是灵界甲咱的物质界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当你的心愿意归向主，是真诶讲，我的囝，你的心就爱归向耶和华。咱时常爱讲我的心归向倒位，忘着这个世界真正是花花世界，总是咱爱斟酌。咱毋是干那将这个道理变做头壳的知识，然后甲讲出来物件。是爱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当来珍惜，有当来行出来，有当来亲近。甚至伫主的面前，老目屎讲，主啊，我无在了，我做袂到，我做想我会当安尼来做，我做想我会当心来归向你，但是我伫遐常常着，主啊，求你来怜悯我，带领我，互我成为一个平静安稳的人。因为咱的主心属互咱的，毋是惊赢的心气，
感谢人爱的情愫，就是尊重有爱，然后会当来接受，就是会当接受，也会当伫迄个中间照上帝所讲，嘛是安尼，咱就伫即个中间面对着外在，咱无在了选择的伤害，总是因为我知影，我的心，我会当保守，主替我保守，我会当分辨，知影讲啥会对我有伤害，总是我的心有够坚强，我就会当无伫迄个中间受着改变。咱三个来祈祷。主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照光阮家己内心的坚定。主因为若是无你的光来照，阮家己毋知影，嘛无在了反省。总是主你是伫你自己的，你是世界的光。就讲分对你的人，就无伫黑暗的中间。主，我愿意分对你，互阮的心诚做红灯，互阮的心无够稳重，互阮的心内底所有一切，拢伫主你的面前。你为着阮来医治，遐个无好的，你替阮来赶除；遐个受伤的，你来甲阮保佑阮；遐个需要调整的，你来阮调整。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搁一遍承认，阮的嘴诚歹，诚歹讲出好话，因为阮有足侪自我的想法，阮有足侪互人激受去的，总是主，阮愿意由你来领领阮，互阮所讲出来话，就半有气力，是一个造就人的气力，毋是败坏人的气力。主啊，带领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伫主你的听的中间来受造就，互人甲人的关系，厝内面的人拢会当讲出和谐、仁爱的话，互阮的教会内底也会当充满听活泼的生命。阮知，我无一了靠阮家己，总是阮知，主你搁较紧紧带阮得到即款的对待，因为这是上界基本的。因为阮逐工拢在讲的，主啊，阮需要讲出会当造就人的话，讲出主你爱阮讲的话。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互阮的话语会当诚侪果子来献互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用是400首，上帝所授予的大名，请起立敬拜主。
安。这是咱来读经过记载里应所书第4章第29节，咱来用台语汉语本咱来读电声。你的嘴拢通讲出垃圾的话，多多着讲话，照实时的向话来做一理，互听的人得到恩典。你的嘴拢通讲出垃圾的话，多多着讲话，照实时的向话来做一理，互听的人得到恩典。大概3节时间分开。下回分第二经乐是一零经乐，7年14。2019年的第二经乐是第二经乐。咱现到第3年，各项聚会时间甲处理。爱是下8点的家庭礼拜，接连摆。礼拜5下8点有拍示范的练习，是为44中长老。礼拜6会知影9点有灵性体课程，是莫伊牧师主理。礼拜6下6点有儿童品格营。6月29号是报告日，6月购节夜市。礼拜六晚上7点职场团契，礼拜六晚上8点50有祭拜赞美团练诗，6月的领唱是新中长老。礼拜天下午1点有学生团契、青年团契。礼拜天早上11点有松年团契聚会，地点在护航。今仔日嘛有妇女团契。消息报告：北江平南的妇女助理喜乐堡医院开陈立礼牧师前来募款，请关心支持甲方言。别主任曾牧师前往日来教会，为着新安公电视台来请安报告。第3点，本月第7月29，拜到8月7日礼拜日，举办2019年国际地温岛儿童夏令营。参加的主计先国小1年到6年，费用是700块，请这关心大众甲方面，鼓励咱的细囝踊跃来参加。报名表放伫后壁的柜台，另外有周末儿童可以的报名表。第4点，送礼物祈祷会伫每主日会知影9点附现，请这会使来参加祈祷会。第7点，陈牧师、莫伊牧师伫6月27号拜时下晡4点半来处理入期员工的礼拜。6月27号到6月29号参加总会牧语灵修。地点是伫鹿港的统一度假村。第8点，国语教会伫6月30号礼拜日下晡3点附议的林金士牧师替刘港文礼拜关注事务。第9点，高雄报告新安宫的读经，这个册7月份到9月份已经来啊，放了在桌顶，请家己摕。台岛的事项，第1点，请为着鹿港地区的福建甲专华台岛求助相关的鹿港地区。第2点，请为着东兴教会、四六关教会联同甲山口大岛福建。第3点，请为着新店点安尼下这大岛有因缘乡、为国兄、安利节、春元兄、立汤节、莲凤节、归会节、金东兄、北平兄、聪明兄。佛系
心来者，好有佛心哦。意思就是讲吼，拢无所谓啊啦，已经安怎预防拢无当预防啊，所以只好吼，卖预防。哦，所以咱看，做是咱的主公，我是要互你预防的主啊。咱是怎款吼啊？所以伫即个2019年的青年的营会太平湖的聚会内底，就是一股吼一个修复吼，你安怎来恢复即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啊，伫即个内面吼，咱会当去看伊文章，啊内底伊有入来讲，伊有请3位的讲员，我看第2位的讲员求学创办人何凯成，最近 TVBS 在咧介绍即个人呢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营会实在是吼非常的用心，就是将台湾上界好吼，啊上界会当激励咱的年轻人吼，到即卖我会记我昨就是有看到即个何凯成，哎呀，即个人毋是。就是迄个讲 EMBA 太平湖要请的人嘛，那伊伫电视吼是另外一个记者咧来采访 TVBS， 讲12岁后辈吼何慧欣啊伊的老母可能伫情绪上有问题，总是伊甲伊爸爸讲，我甲姐姐绝对拢会变歹，然后就去美国读书，啊伫哈佛了后，即摆等吼，我想会当食着咱少年人吼诚大，伫即个厌世代内底嘛诚大吼，啊所以当希望咱少年人吼，咱父母咱大我当。无输有咱有16个人要去参加即个营会，咱就知影讲，咱教会实在充满希望。而且介绍一个朋友吼，吴三林弟兄吼，伫中山教会又打电话来讲，伊要来遮，好，咱这边谢谢咱李主任，好，欢迎你来遮。时间是北面市。199首，延灯归献俾上帝，家庭来做啊，我一个人做啊，做啥？没有做这里啊，一个人啊，我那么孤单。故意挑的。